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同意喺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重置將軍澳一間小學校舍。現時位於將軍澳寶林村嘅寶良局陸慶圖小學有37年歷史，面積大約2900平方米，但缺乏多用途場地同埋會議室等等。教育局計劃將小學重置到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到時現有校舍會按程序歸還房屋署，長遠作公營房屋發展。新校舍工程費估計超過4億8200萬，將會設30間課室，用地大約7060平方米，預計可以滿足安達臣道石礦場新發展區對小學學位嘅新增需求。喺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會議，有議員關注重置校舍嘅收生安排。陸慶圖小學咧本身係直資學校啦，佢可以跨區去收生嘅。咁我想問下咧，重置之後咧，其實有冇講話即係可以優先服務咗我哋安達臣嚟緊嘅居民先呢？根據學校佢哋自己嘅估算呢，因為佢哋都係喺園區重置啦，所以咧應該喺新校舍估計學生嘅組成咧會大致上係一樣嘅。因為我知道之後咧，隔離有機會佢哋都會再係一間中學㗎。咁會唔會喺當中嘅其實局方會唔會做一啲嘅協調嘅工作？我哋會要求佢同隔離嘅中學協調佢哋返學放學時間啦，或者係大型活動嘅時間啦。學校咧佢就需要同校巴公司佢做一個緊密嘅聯繫，等學校咧就算係返放學嘅時候都做到分流，咁就唔會集中喺同一個時間去上落客。局方話會喺財委會批准之後展開工程，目標3年內完工。無線電視記者彭永熙報導。